想開始炒幣又未開戶？快啲喺 Bitget 上面註冊，用我呢個推薦碼，手續費即刻減半，慳錢炒得更爽。記住啦，開戶先入金。註冊咗之後，記得查收你個 email， 撳落去確認，你嘅賬號即時搞掂，非常快。新手千祈唔好漏咗呢一步。下一步要做簡單 KYC 認證，只要照住佢指示，上傳身份證件，非常快捷同安全，確保資金受保障。安全認證，放心入金。為咗賬戶更加安全，建議你即時加埋 Google OTP 動態密碼，多一重保障，炒幣更安心。只要跟住 App 提示，幾分鐘就 set 好。終於到入金步驟啦，入 Bitget 手機 App， 揀入金，然後揀你想用嘅幣或者法幣，再根據提示就搞掂。模式都可以照住畫面，一步到位，超級簡易。講返手續費，依家用我呢個推薦碼，所有交易手續費半價，即係幾蚊都慳得多啲。新手入金快、平、安全，全部 Bitget 幫你實現。